使用傳真功能嘅時候，喺地址簿可以選擇已儲存嘅目的地。如要編輯目的地，需要進入系統選單。編輯目的地，先點按系統選單或計數器按鈕。喺列表內選擇編輯目的地，然後按 OK。按 OK 進入地址簿，按選單，到新增地址按 OK， 選擇個人，按編輯，並用數字鍵盤輸入個人名稱後，再按 OK。後面昵稱同埋傳真號碼用同樣嘅方法輸入。然後再按 OK 進行登錄資料，點按傳真，再次點按地址簿，而家可以點按 OK 選擇目的地。除咗地址簿外，亦可以使用1至22號快速鍵，但需要設置地址簿之後再進行登錄。要登錄快速鍵，先撳住目標按鍵2秒鐘。一個按鍵有2個編號，選擇後按 OK。選擇要登錄嘅地址後按 OK， 再按 OK 確認登錄號碼。而家可以使用快速鍵，如編號喺12至22，需要先按 Shift Lock， 再按按鍵。